林百货是台南人俗称的古早楼仔，是在地历史文化的代表，也是国际观光客来台湾一定爱来的所在。这次结合一个台南老店推出限定商品，前往台北101开设快闪店。我们卖的是台南关庙出产帮林百货生产的林百货凤梨酥，那我们也卖台南关庙帮林百货生产的林百货果干，那我们也卖台南老店就来发帮林百货生产的林百货碰饼，那我们也卖联德堂台南的老店排队名店帮林百货生产的林百货的煎饼。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林百货还开发了很多自有的这个所谓的文创商品。那我们也会带到我们的台北101。为6月到8月底，展期为期3个月。台南市长黄伟提表示，希望这个活动找到台南在地的文化创意设计，连接跨时代相关的建筑，到台北101，让世界看见台南。对于前进101，我们内心是充满了兴奋和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101台北台湾最高档的，以及最厉害的消费者，以及最优质的很多的好朋友，他们都能看得到台南的美，看到了林百货所代表着我们台南的文化底蕴。林百货在2014年重新开幕了后，到达已经9档，后续有一连串的庆祝活动，包含限定赠品以及展览，带大家回顾这9档精彩的文化之路。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